继续来看罢免团体再去开记者会，指控着王宏维联合着国民党系统性来攻击着罢免团体。佮讲王宏维伫咧台北市采43地看板有超过半数拢违法，因指控台北市政府行政无中立。王宏维回应讲，伊才是互民进党打压的迄个人。 在民权西路站对面，此时此刻正在施工，为什么他还可以挂？控诉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伊宣传的看板有43面，超过一半拢违法，更加质疑台北市政府行政无中立。就这件事情看来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奇怪了，我们罢团要检举委员却没有下文，但是呢，委员来检举我们是很快就会收到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处理。 罢团讲，吉林路路段设看板车挂起，车子处处就收到监管处发函，同一天检举王宏维的看板，到即马无下落，认王宏维甲国民党是系统性发动攻击打压罢免团体。我想系统性的施压或者系统性的打压，应该是民进党吧。 王宏维抛出相片，透早甲民众党议员林振宇做伙去选区派票，或者拍拼，可能是因为伊被点名，是民进党锁定的精准打击5个人的名单之一。除了这以外，民进党阁要协助一半的选区，包括云林的丁学忠、新北廖宪雄、桃园吴虎庭，民进党拢要跨区去支援。 毫无所惜，且是空穴来风。现在与各罢区的公民团体并肩作战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国会恢复正常。民进党话大罢免大成功，国民党要拼走基战反进攻，罢免大战那里是尖锋相对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